你好啊。你好。OK，可唔可以介紹自己先啊？早晨先生，早晨太太，你好嘛？我想介紹我自己，我叫依家，我今年31歲，我嗰個係168.3cm，我個重係59 kg，我讀書都高中畢業，我離婚，我有一個仔7歲，我信會教我勁教，我識做嘢，但係我要去做嘢，我原先會勤，我原先做嘢係呢2年，2021到2024，我喺間我清潔屋企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，煮飯煮餸，同妹妹餸，我識煮中國餸。炒菜、煎魚、煎雞、煲湯、煲粥。我想做嘢係香港人位，我要揾多啲錢俾我屋企人，同埋俾我自己整間屋企。OK。要先勤力做，我原先會勤力做嘢，聽話老實唔會駁嘴。唔該先生，唔該太太。我姐就已經喺香港，拜拜。好，OK，你32歲啦，你離婚係咪？你做婚，你有一個小朋友，OK。咁如果你香港，邊個照顧你個仔啊？仔定女啊？呢個你小朋友？仲媽媽。哦，你媽咪照顧嘅，OK，你媽咪照顧嘅。咁你冇咪掛住佢啊？我掛。唔掛住啊？唔掛住。OK，咁如果你掛住佢咧，或者你小朋友掛住你咧，你點做啊？我打電話，係小朋友。哦，OK，你放假先可以打電話嘅，或者有食時間夜晚打電話俾你屋企人係咪？OK，好，你之前係4歲做嘢啦，2022到2024照顧一個小朋友7歲男仔。好。係。咁你係咪同小朋友一齊瞓啦，或者你自己有間房啊？係4歲。一齊。哦，一齊瞓嘅，OK。咁你平時之前係4歲啦，你幾點鐘起身啊？跟住咧，你做啲乜嘢㗎？我起身5點鐘。跟住？跟住咧，我刷牙，跟住咧洗面，跟住咧要食飯。整早餐。日早餐，跟住咧嗌小朋友起身，跟住咧洗面，我刷牙，跟住換衫，跟住食早餐，跟住咧返學。哦，送小朋友返學，OK。咁小朋友幾點鐘放學啊？放學幾點鐘啊？10點鐘。唔係，放學小朋友放學1點鐘。哦，OK。咁小朋友使唔使食午餐啊？咁你有冇煮午餐俾佢食啊？有嘅，有嘅。好，OK。咁平時如果小朋友喺屋企，你做啲乜嘢㗎？同佢，使唔使同佢陪做功課啊？同佢玩啊？有冇啊？做功課。嘅做功課，陪佢做功課。同佢玩。Boleh. Buena. OK，嚟先嚟 OK。哦，OK，咁你使唔使去買餸煮飯啊？買餸有冇？有嘅。咁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我識。OK，類似乜嘢㗎？你識煮咩餸？中國餸。煎魚、煎雞、煲粥。
cháu chơi ờ, ờ, OK OK 你而家係學校學緊係咪？係 PT 學緊？OK。咁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 âm khang 貓咧？貓你驚唔驚？ âm 都 khang 唔驚嘅。OK。好，咁你之前喺社西有冇放假㗎？Surabaya有冇放假？有嘅。一個月一次，或者一個禮拜一次啊？之前。日個禮拜嚟次。哦，一個禮拜一次，OK。咁如果你嚟香港咧，如果老闆啊，個老闆唔係禮拜俾你放假，星期一至咁你得唔得啊？平日放假冇問題。冇問題嘅，OK。咁如果香港，因為香港地方好細啦，屋企好細，咁佢你冇自己獨立間房。如果你照顧小朋友啦，或者照顧 BB 啦，照顧老人家，你同佢哋一齊瞓咧，你得唔得啊？得嘅，冇問題嘅，OK。咁如果老闆咧，俾錢你，你冇放假，或者你一個月一次啦，或者一個月兩次俾錢你放假俾錢，你得唔得？你得嘅。冇問題咩？好 OK。咁我想問你點解想嚟香港做嘢啊？因為咩啊？因為我要錢，俾我屋企人同咩俾我自己同屋起屋，OK。咁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？話幾多年嚟香港？你想幾多年喺香港10年。？10年啊？10年咁多？咁你會唔會掛住你個仔啊？10年有嘅，咁你要放假啊係咪？做完合約2年一次或者4年一次放假咁樣係咪啊？好 OK。好，唔該晒姐姐，唔該你，拜拜。拜拜。